Focal 嘅無線耳機啊，咁啊今次咧就係 Batis MG 啊，用翻呢一個純鎂合金嘅單元咧嚟做翻法國製造啊 ，download 翻呢個 Focal NM 嘅一個 app 啊 ，EQ 入邊咧有5個頻段可以俾大家調校翻。日本嘅 Bryce Audio 咧已經咧做緊一條 USB-C to C 嘅線咧嚟去 support 翻呢一隻 Batis 嘅 MG 咧，大家如果用呢個 USB DAC 嘅功能嘅時候咧，可以玩得更加發燒啊！嗱咁咧，如果插咗條 USB 線之後咧，大家就記得咧喺個電源位置咧就拋翻去中間咧，就去 DAC 個位置嗰度啦。純鎂合金嘅一個單元底下咧，其實呢20個鐘頭咧已經係由開聲至到呢20幾個鐘頭個效果都已經聽得出分別啦。其實你啱啱開聲嘅時候咧，你會聽到佢係開出嚟嘅高頻咧係有少少緊嘅，但係去到20幾個鐘頭嘅時候咧，其實你已經聽到咧佢嗰啲鬆容力同埋啲低頻嗰啲回彈力咧已經係有一個好好嘅提升啦。科技嘅進步啊，令到咧佢哋可以咧，就算喺無線嘅狀態之下咧，都可以用到呢一啲咁簡單嘅方法，就享受到一啲以前係好大餐嘢先享受到嘅旗艦音色啊！咁啊，而且咧佢亦都用上新嘅喇叭去做翻個收音，同埋新嘅演算法去令到咧嗰個通話嘅時候嘅降噪都可以得到一個幾唔錯嘅效果。咁呢個咧，我覺得就既可以滿足到出街嘅朋友啦，亦都可以咧滿足到喺屋企咧輕鬆聽歌嘅朋友咧，都可以有一個好好嘅平衡度喺度啊！